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2001年9月11日，美国是有4架飞机去互恐怖组织盖达组织劫去，使起动美国的大楼，造成要3000个人死亡。到当时已经满22年啊，美国就伫咧当初的司法中心、世贸中心办哀悼活动。这911事件是互全世界更较重视恐怖威胁。当时发动攻击的盖达组织的头人宾拉登，是代志发生过10年，2011年才去互美军弹死。不过，这宾拉登死了后，伊的盖达组织依然是继续咧发动攻击。接位的这个头人是去年才去互美军灭掉。也有这几年真抢手的 ISIS 伊斯兰国，其实伊嘛是对盖达组织分出来的，即阵也阁继续咧扩大势力。2015年，因伫咧法国巴黎发动的攻击，就造成100多人死亡。虽然国家是一直咧压制恐怖主义，不过威胁还在。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2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民众3步走2步走，赶要离开现场。美国911事件到当已经22年啊。迄年盖达组织威胁飞轮机击落纽约世贸双塔甲5角大厦，惊人的画面到当互印象还阁真深。10月纽约甲美国各地举办几啊场纪念活动，伫曼哈顿911纪念馆举行的追悼仪式，家属一个啊一个念出2977个罹难者的名，心内悲痛是无法度放袂记的。22 years ago seems like yesterday. There are no words. You are and always will be our tower of strength. We love you, Mom and Dad. 美国副总统甲纽约前任甲现任的市长拢有参加这个追悼活动。总统拜登伫出访要转来时阵，伫阿拉斯加美军基地发表演说，强调讲永远都袂甲911事件放互袂记哩。就算甲阿富汗20年的战争已经结束，美国也是挂保证，袂停止防范者针对美国或者是对方名誉的攻击。We never forget each of us, each of those precious lives stolen too soon when evil attacked. Ground Zero in New York. 911事件迄当阵拢总有4架飞轮机受到威胁，3架启动重要的建筑物，第4架伫宾州的郊区摔落来，飞轮机顶无人活的。这场恐怖攻击，大部分的罹难者拢是百姓，大楼倒去产生有毒的物质，嘛致使附近的居民破病人艰苦。了后，美国随发动反恐战争，这嘛改变全球政局的模样。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市场调查公司 Counterpoint 评估讲，中国因为经济歹，今年手机的出货量大约是11亿机，是10年来上较少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又有高层的官员下落不明。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已经2礼拜多公开现身，可能嘛已经去互换掉。英国《Times》报道，外口是查甫医师占多数。根据英国上新的调查，有3/1的查某外科医师要去互查甫同事性骚扰。所以讲，女外科医师是按算要发动Me Too活动。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根据微软公司的调查，中国网军是利用 AI 做假相片，伫咧夏威夷野火时阵散布假消息。讲迄场火灾是美国的政府测试武器造成的。要让美国人对因的政府无信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2个西班牙甲加拿大的国际救援成员，去乌克兰的半中路车去互罗西亚的无人机攻击，不幸死亡。西班牙总理就批评讲，袂使安尼甲救援工作者当作攻击的目标。北非国家利比亚因为一粒地中海风暴当咧变大雨，已经有2个水坝放起，大水拢冲入去城镇。目前上报已经有2000个人死亡，而且即阵也阁有几落千个人失踪，这死亡的人数恐惊会阁升悬。水正窜流一直下来流的大海，陆地上有一寡路段拢是落过梅，车浸入咧水的，抑个路边规拢放个坎卡落去，真危险。伫东北部灾区苏萨，落会看到真侪轿车、兵车，为一个卡伫咧上位啊顶头，抑个真侪车拢贴做火，就让知影大水的破坏力偌强。地中海风暴丹尼尔伫利比亚造成严重的灾情。تجاوز في مدينة درنا فقط يتجاوز 2000
فقدناهم نترحم على أرواحهم الطاهرة。郭炳坤讲，附近两座水坝放弃做大水，东北部城市德纳的灾损上严重，接班后伊斯兰极端分子占领过，10年外来情势正混乱，基础建设正后，怎么已经被宣布是灾区？根据卫生部门的统计，防部等年自顶礼拜六以来所造成的大水，确定有几60人死亡，不过这也无包括德纳，因为德纳人车拢无法度入去，听讲有几多千人被大水冲走失踪。 الأطقم الطبية تنتقل إلى 利比亚目前是有2个敌对政权，分别控制东西两边，拢有各自的军队加外国政府做靠山，大部分拢斗相共救灾。利比亚红会讲，有工作人员伫咧德纳斗相共灾民的时阵，不幸死亡失踪。当局也讲，几架灾民斗相共的军人也有人失去联络。 目前德纳无电，通讯也未通，情形正危急。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伫社群媒体 X 大文，讲正甲联合国也个利比亚当局联络，参详安怎救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有一个美国的探险家去托尼基崩坑研究的时阵，常常是未出火，掉伫咧土骹底1000公尺深的所在。国际动员要200人拼10天，这阵总算共救出来。 马克地基从直直的吊挂出洞穴，现场发出欢呼声。地基对大家比一个赞，随后就奉送至病院治疗，包括进一步整治伫9月初之发作，才呼吁掉伫洞穴的未出火。洞穴研究员提出顶头写着欢迎，登到0公尺的房仔，互伊看。 这件救援任务讲是史上规模上大、上复杂，要将无法度家己爬悬的地基为下面1000公尺的所在用坦克救出来。镜头上这是意大利搜救队将地基包好好势，下面经到地基的搜救人员爱同时甲点名人同齐用来将伊往顶面救，也都爱伫各种奇奇怪怪的弯巧的路线中随机应变，也爱真细致避开去弄着。 200 meters below the entrance. It's a very particular piece of cav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lopes. It's a bit tricky. I don't remember how many meters, but anyway, this is flooded, a bit flooded, bit. So the water should be like 1 meter. 过去几工搜救人员都是一直处伫洞穴中各类变形，也是搁较下，甚至拄着方向无规则弯道的挑战中，因需要生存空间将坦克换一个角度才会当通过，也爱克服低温淡湿。 伫救援的这段时间，团队的策略是一边救援一边治疗，吊大筒，互无法度食物件的地基维持体能甲营养。医生也互地基伫休困的人旁行行的提升信心。40岁地基本身是一名有训练的洞穴专家，也有洞穴救援经验，想要到家己伫探勘过程出状况。即摆来自美国约200名救援者出动，成功将地基救出来，会当讲是洞穴史上难得的活教材。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 美国宾州有一个杀人犯，顶个月底是用骹手铁柄刀角，到即阵已经12天啊，人也未抓到。警方是发现讲，这个盗犯捌偷牵车，想要找朋友斗相共，怎去互监视器翕到？伊翕到的画面当中，是看伊已经甲喙手扣起来，改变模样，是要先对查，身躯边可能阁有查武器。警方即阵就想25000美金，5万民众会当盗掠人。 宾州警方对顶个月底用门火抗壁成功盗角的杀人犯卡瓦坎德展开大追捕，发现逃亡几若日后，伫吹口偷牵一只白色箱仔车，去宾州东派克兰找以早的同事，结果互电铃监视器迄条穿帽 T、抠喙手了变装样貌，甲逃亡时的外形大不相同。一连刷找2个朋友拢找无，过当天车道发现等咧山野之间。 警方把伊接到最新的线报，讲伊伫港甲北平大约32公里的小镇出入，随时伫当地发出警告。We obviously have always treated him as being dangerous, and we have always treated him as potentially being armed. He's been carrying a pack. There's no way to know exactly what's in that pack or what he obtained early on in this investigation search. 卡瓦坎德因为前年杀害前女友，被判无期徒刑，不得假释。 伫这进程，伊嘛伫家乡巴西犯杀人罪。警方讲，卡瓦肯定有可能搁再偷车逃亡，呼吁民众爱注意。不过，警方嘛同时阵认为，逃犯会去找几若年无联络的朋友，要是已经走投无路、进退无步，研判伊要是要伫宾州，会扩大搜索范围，展开长期控制。Why do you still believe he's in Pennsylvania?
because I have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e is not. I don't believe he has the resources to get out of Pennsylvania. And again, other pieces of information that we have generated within this investigation lead me to believe that he is still here. 另外，有关当局清查逃犯的背景，发现伊的小妹拘留超过期限，已经甲伊逮捕，准备送回去巴西。江西县警方嘛，甲赏金提悬到25000块美金，希望民众踊跃提供线索，早一日将这个危险人物逮捕归案。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这硬禁女球员是引起争议，拖3礼拜，伊总算是宣布要辞职。不过，伊是强调讲，是因为因祖囝甲苦劝，伊才会辞职的，坚持讲家己是清白的。被指控伫咧女子脚球世界杯颁奖台强占球星阿尔莫索，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卢比亚雷斯伫代志闹3礼拜了，随即宣布辞掉西班牙脚球协会主席甲欧洲脚球协会副主席。Pues que tenía que haberlo hecho desde el principio, no después de todo lo que se ha montado. Así que me parece que es lo que tenía que haber hecho hace 10 días ya o 15. 卢比亚雷斯伫咧声明内面讲，亲友家讲在顾家己的尊严，继续过生活，因过并无讲到被强占的球员阿尔莫索，也无承认伊有不当的行为，只敢强调要捍卫家己的清白，也无回失的。伊接受访问的时阵讲，3个查某囝抗议辞职，维护家己的尊严。因过西班牙法院已经同意受理检方对卢比亚雷斯所提出的性侵犯加胁迫罪指控。Están contentos y yo creo que eso va a hacer que las futbolistas con estos primeros cambios vuelvan y a partir de ahí entre todos construir una estrategia de fútbol femenino en España y unos objetivos y bueno, dejar un poco esta parte más negativa para centrarnos en el futuro que después de ser campeonas del mundo pues tiene que ser bueno. 卢比亚雷斯的声明也讲，伊辞职是希望莫去影响到西班牙、葡萄牙加摩洛哥联合申办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权。西班牙脚球协会态度自一开始批评阿尔莫索，到尾啊态度规个拢变过来，对内部进行性暴力的调查停诉。因过球员因希望对内部文化改革的诉求敢做会到，也搁爱看。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暂时批准莫德纳甲 BNT 新的新冠加强剂。毋望伫咧今年秋冬病毒搁开始流行进前，就甲疫情冻起来。自热天结束到即马，美国新冠疫苗断线的人数一直增加。好佳在已经有做过疫苗，依然有一定的保护力，断线的人数无去年同期遮多。不过专家讲，保护力会随着时间愈来愈减弱，佮加上新型的变种病毒会当逃脱免疫，所以1年前的新冠疫苗需要做一寡调整。New vaccine is going to provide good protection against the variants, the XBB variants that we're seeing right now, that are driving the increase in cases we're seeing right now, and even this other new variant that there was some concern about. It does look like the new vaccine will provide good protection against that,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as well.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10月批准对12岁以上的民众，自莫德纳加辉瑞 BNT 所推出的上新加强针。若估计到11岁囡仔是爱紧急授权，就算毋捌做过疫苗的人也适用。FDA 也讲，虽然加强针所要对付的变异株 XBB.1.5 已经毋是美国主流的病毒株，不过因为 XBB.1.5 甲即马主流的病毒株正共款，所以这种疫苗仍然会当有保护的作用，来减缓3种威胁同时发生的危机。In the U.S., I suspect we'll see RSV peaking again this winter. Along with flu and possibly COVID as well. So COVID cases are going up right now. I imagine they will crest and come back down, but then by the middle of the winter, December, January,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we see a slight increase in cases again. FDA 表示，新冠疫苗的成分可能需要每年做调整，就敢若是季节性流感疫苗。莫德纳的执行长也鼓励高风险族群同时做流感疫苗加新冠加强针。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辑。南韩的煎鸡肉真出名，无论是当地人自产，也是观光客拢会买来吃。不过南韩即阵是长欠工，有真侪餐饮业者拢请无人。所以讲，首尔就有一间煎鸡肉的店，是用机器人斗煎，讲2点钟就会当煎100只鸡，而且口味嘛袂走进去。
拄起顶的鸡肉糋南上摆好势，小富富的鸡肉糋上道了，会使讲是南韩国民美食的鸡肉糋，是韩国人自助餐庆祝一定爱为好料的。不过，首尔这间鸡肉糋店负责蒸的不是一般人，是一台机器人。留了甲糋拿摕起来，放入油鼎了后，料啊油落，互鸡肉糋了平均，时间到，摕糋拿滴油嘛真省力。这台看起来拿一只手的，就是首尔로봇 키친的糋炉机器人。 뭐 바삭바삭하지 않은데라고 생각을 하실 때 대부분 기름을 머금고 있는 거예요. 네, 그래서 그걸 진짜 팡팡 터워줘야 되는데 좀 이따 촬영하실 때 이제 들어보시면은 아시겠지만 무거워요. 그러니까 빈 바스켓도 무거운데 여기에 뭐 튀김류 들어가 있다라고 하면은 진짜 무겁거든요. 그거를 业者用机器人来蒸鸡肉，是因为这几年南韩人唔生囝，餐饮业者普遍欠工，机器人会讲拄好补充人工，加上韩国的鸡肉糋。 爱煮2摆，鸡皮才会当酥甲脆。换油鼎的人爱忍受烧油，有当时还佫会去互烫着。机器人都无这个问题，工作效率世界好。로봇 치킨的机器人2点钟就会当蒸100只鸡，这是大约5个人用几耐油鼎才会当完成的。 사람보다 잘 튀겼다라는 생각을 사실 저도 갖기 어려워서 사람만큼 잘 튀깁니다라고 저는 항상 얘기를 했었거든요. 지금은 저희가 사람보다 더 잘 튀긴다라고 자신할 수 있는 것은 机器人佫会当随时监控温度、糋炉的氧化程度，嘛会当确保口味一致。 뭐 담백하고 고소하고 그리고 뭐 로봇가 했다는 그런 차이점은 모르겠고요. 일단 맛있어요. 로봇 치킨目前伫韩国有15间分店。 新加坡嘛有1间分店，业者已经按算甲机器人用伫其他餐饮店。未来因若会当做油鼎师傅，调酒嘛可用袂倒。公视新闻是婉玲编译。北欧瑞典的中小学，这几年是真注重教囡仔运用科技产品。不过，这阵说是发现讲，这小学生因阅读理解成绩一直在变歹，所以讲政府就决定拨6000万的欧元买一寡红仔册。 教育部长也主张讲，这6岁以下是爱用传统纸架笔的教育方式，袂使用电子的。欧洲国家的中小学教育最近几年增加教育科技产品，瑞典就连幼儿园拢有老师使用平板电脑教学。不过，瑞典小学4年学生伫国际外图素养进展研究项目的测试平均成绩，刷回2016年的555分，降到2021年的514分。对此，教育部长爱德霍姆将指头指向过度瓦靠电脑甲平板。今年9月开始的新学年，有一寡学校就开始限制科技教育产品的使用时间，佮回归传统纸笔写的模式。 And I think students should not use tablets for writing when they are under the age of maybe 10 years, because I think pupils need time to develop a handwriting, and they need time to do that and practice and do exercise handwriting. Writing on a computer, then you feel like this, and then you can't get like this handwriting. It gets worse handwriting. 教育部也大手笔宣布一项价值6000万欧元的图书采购计划，未来2年，当年也阁会投入4000万欧元经费买传统的册本。澳洲墨尔本蒙纳士大学教育系过去25年努力研究学校所谓科技融合的专家，认为瑞典政府的转变只是政治考量。But I think this ban is calculated. It's a popular thing to do with older voters that are worried about, the general modernisation of everyday life, and there's moral panics over, too much technology in all of our lives. And it's also a popular move with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It's a neat way of signalling a commitment to traditional values, going back to basics. So in some ways, I think it's opportune and it is politically motivated.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注意到这个问题。8月公布的一份报告，就紧急呼吁各国在教育领域中妥善运用科技，要注意互中小学具备就业条件，更加要注意唔通互科技取代以教师为主导面对面的教学方式。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